去吧。喂，商震，怎么了？今天晚上一起聚会啊，带上自己的女朋友啊。女朋友？我上哪儿找女朋友去啊？你带你的老婆呀？她呀，不好吧？这有什么不好的？挺好的啊！快来快来快来！好，我问问她。不接电话，不会又锁在厕所了吧？锦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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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了？锦溪，锦溪，你没事吧？不能！快叫救护车！快！锦溪，你醒醒！张医生，情况怎么样？啊，顾少，请放心，病人没事的。没事，没事，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醒过来？病人脑部受过撞击，受了伤，有轻微的脑震荡，所以有昏睡的情况发生。不过阵子他自然会醒来，顾少不要担心，他脚踝上的伤自然会痊愈的，休息几天就好。脑震荡需不需要什么特效药？哦，它只是轻微的，不会影响大脑的功能。行，谢谢你，张医生。您不要客气，我们是应该做的。那我就出去了。刚到公司你就状况百出，真是够蠢的。我已经派人把少爷和少夫人接回来了，少夫人的身体没有大碍。哦，对了，沈医生说，最近这段时间他会每天来给少夫人做检查。他说少夫人恢复得很好。从楼梯上摔下来呀，可不是什么小事儿。幸亏他年轻，底子好。哎，还是少爷发现的早。沈医生说了，如果耽搁的时间太长，少夫人也许就没这么幸运了。我觉得这里面啊，没那么简单。锦溪怎么会从楼梯上摔下来？